我哋將會喺回歸日12月20號舉行回歸日民主大遊行。咁我哋即係開開心心嚟澳門普普選選去遊行。咁我哋有請鄭明軒副理事長同各位講解一下我哋今次嘅遊行。好，一如既往啦，我哋選擇喺回歸日嘅時候進行我哋嘅生活學社嘅回歸日民主大遊行嘅。咁到今年07年第4年舉行啦。咁我哋希望呢個活動咧一路持續性咁進行落去啦，作為喚醒澳門人對於民生經濟一個公義嘅社會同埋一個民主政制之間嘅關聯啦，推動民主政制，亦都希望大家更加關心，用行動去推動呢個社會嘅發展嘅。咁今年同往年一樣啦，都係會12月20號，我哋選擇喺下晝2點鐘啦，就喺祐漢公園集合。跟住3點鐘就要出發。咁個路線呢，我哋原本呢就要求呢，就係經過市場街、祐漢新村第一街、黑沙環馬路、姆拉士，跟住就扮翻落去卑利拉街，再去高士德、士多拜斯，咁就一路落去塔石廣場，上尾咁就再去到南環嘅政府總部，然後就去到水上活動中心嘅。我哋解釋下啦。今次我哋遊行嗰個路線嘅選擇咧，咁其中一個就好重，即係關注到高士德嗰個路段嘅工程問題啦。咁所以我哋考慮咧就盡量咧就唔妨礙咧就係美富帳同雅廉訪兩條馬路嘅通車，因為呢度而家已經成為一個重要嘅通車嘅位置，所以我哋就選擇喺卑利拉街上嚟咧就係直去到高士德嘅上段，咁就係佢下邊收路，我哋行上段，咁就根本就唔會對交通構成一個即係較大嘅妨礙。咁但係咧就警方咧就根據翻呢個佢哋嘅判斷咧，就係話係認為嗰個根據嗰個維持公共道路嘅行人同埋車輛嘅良好交通秩序嘅呢個理由咧，就要修改我哋呢個路線。咁不過咧，其實你話呢個路線修改咗係咪真係好大問題咧？我覺得都唔係好大問題嘅。不過咧，的確我哋如果按照治安經濟局嘅呢個路線安排咧，我哋將會係成條遊行路線會全段時間堵塞咗美富帳馬路，因為佢喺美富帳由提督馬路一路直上到海富，即係話呢個成條美富帳咧，當我哋遊行期間係全條封晒嘅。咁呢個咧，我覺得呢個係其實對交通嘅係會有構成一啲影響，即係睇唔到佢呢個路線嘅修改係會對交通會更加有一個更加好嘅作用。咁嘅情況下嘅，俾我哋嘅感覺就係警方其實係濫權地咧，就係我刻意係要修改你路線。如果你話我哋行新馬路，你話我又有其他理由去修改路線，即係都仲係因為呢個可以講係延續過去嘅爭論。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我哋行呢啲路線嘅時候咧，根本上就唔存在呢一啲咁嘅爭論嘅時候咧，警方都係刻意係要改你路線，咁嚟到去我哋覺得我唔知有咩陰謀啦，有一啲我哋嘅有啲朋友就認為係我哋故意令呢個遊行路線係堵塞咗美富帳咧，令到就係可能引致交通上問題咧，就會令人哋覺得對遊行有反感啊咁樣。咁因此我哋亦都行使翻我哋呢個法定嘅權利啦，係已經係正式係喺我哋星期一同警方開會嘅，收到呢個警方嘅批示，咁我哋就喺琴日咧就係入信呢個終審法院提出上訴。咁按照法律嘅規定咧，終審法院收到呢一個上訴咧，係5天內要作出裁決嘅，咁會啱啱好趕及咧，就係20號之前咧係有裁決。咁我哋會尊重終審法院嘅裁決，佢裁決認為治安經濟局呢個修改路線合法，我哋就按照呢個治安經濟局嘅路線嚟行。如果佢裁決係我哋治安經濟局呢個提出呢個修改係不合理，咁我就按翻我哋路線嚟行。咁我哋都尊重法院嗰個判決。過往其實啲遊行都係有終審法院嘅問題，不過咧過往就係淨係嗰個起點啊嗰啲位置咯，即係起點上嘅爭議先。上一次就係起點嘅爭議，譬如我本來喺祐漢嘅，你改三角花園，咁上次有一次咁嘅裁決，但係就對於遊行路線嗰個更改咧，因為過往警方一直都係咧一牽涉到有可能遊行路線喺更改嘅時候咧，就可能拖到距離呢個遊行唔夠5日，先至向主辦單位提出修改嘅時候咧，令到佢趕唔切進入去即係進行呢個上訴。咁今次就好啲，咁可能亦都係希望有一個透過終審法院嘅裁決，亦都係彰顯澳門嘅一個法治社會啦。
希望能夠係用一個法治嘅方式嚟處理，嚟避免喺街頭上發生衝突咯。因為個法例嗰度咧就有個時間咁嘅差異嘅，即係關於警方修改嗰、更改嗰個遊行路線啊之類嘅安排嗰個權力咧，佢話唔可以遲過嗰個時間嗰個集會時間之前嘅24鐘頭，係咪？係。咁但係因為終審法院咧，佢處理呢一啲糾紛咧，如果異議嘅話咧，咁啊起碼需要5日。咁所以呢個之間嘅差異咧，咁啊成為一個避免咗呢個爭端攞上去法院嘅一個辦法啊，可以變成係。咁今次咧，亦都好在我哋禮拜一就已經我哋主動約係啦，已經同有關治安當局咧就傾落偈，咁所以咧希望今次可以成為一個比較正面嘅先例，就係關於呢一啲嘅爭議可以去到一個相對有權威嘅機構啦。咁如果澳門嘅司法單位仍然喺澳門市民心目中有公信力嘅話，咁呢一個可以係做疏解呢個官民之間咁樣嘅矛盾嘅地方啦，就唔應該喺街頭嗰度更進一步激化呢個矛盾咯。咁啊，希望其中一樣正面嘅作用。2點鐘就喺祐漢公園嗰度集合啦。咁到時當然有我哋2隻熊貓嘉賓嘅，我哋將佢正式命名為普普同埋選選啦嚇。咁頭先理事長亦都講咗啦，咁啊其中一個 catchphrase 今年就係開開心心咧，就另一對熊貓就嚟咗澳門，但係普普選選咧有比較有公民意識嘅呢一對咧就會去遊行嘅。咁3點鐘出發咧，我哋經過咗去到嘅政府總部遞信咗之後咧，我哋就唔係結束嘅呢個集會，我哋再會去到呢個水上活動中心咧，就進行呢個司長真情對話。到時候我哋會有啲司長或真或假嘅走嚟同大家對話一下，講下我哋呢個澳門應該點樣發展嘅。咁咧，至於呢個遊行嘅規模方面咧，我哋就相當樂觀啊！我哋準備咗呢啲咁嘅普選熊貓嘅面具俾各位嚟，等大家都可以分享呢個普普選選嚟到澳門陪我哋一齊爭取民主嘅喜悅。咁我哋暫時準備咗1萬個以下嘅，希望到時唔會引起呢個不足而引起任何公安嘅危機啦嚇，大家唔好搶。咁咧再想強調一下，就係有人成日將民主、民生或者成個社會嘅發展呢，就企圖將佢作一個硬性嘅劃分。咁我哋一再強調呢，經常都係咁樣強調啦。其實呢啲嘢呢，全部係相通嘅。一個社會施政能唔能夠得到廣泛嘅認同，施政有冇權威，到底行政當局係向乜嘢人負責嘅，佢嘅產生辦法係如何嘅，呢啲全部都係同政制有關嘅，係咪？咁然後施政有缺失或者有問題，甚至出現貪腐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制衡呢個權力呢？三權之間如何合作又好，制衡又好，呢啲全部都係同政治嘅制度有關嘅。咁而家民生方面出現各樣問題近就近至呢個青州收屋嘅暴力嘅問題啦跟住再遠啲講翻今年年頭霧月門其他所有嘅嘢，其實施政上面樣樣嘢你唔信，民生方面百物騰貴都好，終須我哋都可以追尋到喺呢個權力架構、政府嘅權力架構方面嘅失衡嘅。咁另一方面就係市民方面，一個公民社會。大家對呢一個社區、對呢一個特區，大家有更多嘅歸屬感，更加覺得澳門係一個自己嘅地方嚟嘅。有問題嘅時候，需要我哋出手出聲；冇問題嘅時候，大家多啲建言，俾多啲意見。呢個係一個邁向更好嘅社會，係一個必不可少嘅步驟嚟嘅。所以我哋年復一年咁樣推動呢個回歸日嘅民主大遊行，係我哋覺得非常之有呢個必要。雖然條路可能好漫長，但係我哋一定會每一年嘅10月20號繼續搞呢個活動嘅。希望唔會超過1萬咯。咁所以有玩具啫，面具。咁樣嘅，我哋自己辦遊行呢，咁其實我哋亦都冇乜話具體嘅動員嘅方案定係點樣，需要你話而家報咗名幾多人呢？老實講，完全冇呢啲咁樣嘅數字。咁但係每一年嘅落嚟嘅經驗都話俾我哋聽，當然有我哋基本嘅支持者，有一啲亦都知道佢係會嚟遊行嘅人。但係好多時候社會有一啲唔同嘅訴求或者議題嘅時候，佢哋都會訴諸街頭嘅行動呢。但係佢哋有陣時唔方便或者唔想用自己嘅獨立嘅名義去搞遊行嘅時候，亦都會過嚟跟埋我哋嘅隊伍一齊嘅。咁呢啲我哋好難去預估佢哋有幾多。當然我哋係一個開放嘅場合，
只要係一啲正當嘅議題嘅，我哋都會歡迎佢過嚟嘅。因為呢個係一個包容性嘅一個遊行活動咯。因為我哋提出嘅主題就係反貪腐、爭民主、保民生呢9個字。咁只要唔係同呢個主題係有相違背嘅話，其實任何嘅訴求都可以一齊參與咯。咁而且就算唔好講一群嘅人嚟，就算你一個公開嘅活動嘅時候，我哋的而且確我哋冇辦法去估計到有幾多人參與，咁只能夠預鬆啲咯。所以就係會準備咗幾千個呢個面具。不過可以俾個 tips 大家嘅，今年嘅施政報告呢就比較差強人意啲有幾方面都係。咁所以唔排除亦都進一步鼓勵市民上街嘅。唔會嘅，每年都有呢啲個活動㗎啦，咁所以咧就我哋都唔會擔心，因為其實特區政府呢幾年咧，其實都係學得比較精㗎啦。咁即係話咧嗱，一方面當然佢會用一啲即係過往咧比較可能有啲粗暴啲嘅。即係打壓方式嚟去處理。咁近呢幾年咧就係我同你爭客咯，佢覺得係，但實際上我哋都覺得冇呢個爭客嘅，因為如果老實講，如果係一個市民，如果佢係覺得回歸日嗰日佢係應該去行出嚟為澳門嘅未來去爭取一個較好嘅環境，佢會嚟遊行。咁佢唔會話因為去演唱會就唔嚟遊，因為有遊行入去演唱會，即係佢肯定即係呢個係各自有不同嘅市民嘅需要，呢個我哋都尊重咧，係市民嗰個不同嘅需要咯。咁但係當然對政府呢個日光日白搞演唱會，咁會令人哋覺得好奇怪咧。咁呢個亦都係即係留翻政府自己去解釋啦。企圖分化市民嘅陰謀係絕對唔會得逞嘅。咁樣嘅政府就一再話自己陽光政府啦，咁但係陽光政府搞唔成啊，變咗搞到個陽光演唱會。咁鄭秀文自己喺訪問入邊都對傳媒講啊，搞唔明點解日光日白搞呢個演唱會啲燈光效果完全唔到位嘅，咁就可能由陽光演唱會開始推動呢個政府都未定。我哋拭目以待啊！睇下各位傳媒朋友仲有冇問題？係咯，得你一個問題嘅。